世事無十全十美，但呢個世界上竟然有一種稅，俾一班頂尖嘅學者同經濟學家讚頌係完美的稅 ，the perfect tax， 你信唔信？再同你講，依家英國下任首相嘅大熱門，外號北方之王嘅男人，正正就係準備用呢項完美的稅去劫富濟貧，試圖一手扭轉英國幾十年嚟嘅結構性不平等同住屋危機。今日我哋就嚟傾下呢個男人 Andy Burnham 貝安德。同埋佢手上嗰把足以震動全個英國房地產市場嘅終極武器——土地價值稅 （Land Value Tax），簡稱 LVT。Hello， 大家好，我係 Gerald， 歡迎翻嚟添集。開始之前，如果你對英國房地產、移英生活或者國際政經局勢感興趣，記得先訂閱我哋 channel， 同埋撳埋側邊個小鈴鐺，咁你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新片啦。喺講呢個震撼彈稅項之前，我哋先認識下今集嘅主角 Andy Burnham， 官方譯名貝安德。佢1970年出世，係標準嘅利物浦草根階層。老豆做電話工程師，媽媽做接待員，喺一個普通嘅天主教家庭長大。時光倒流去到80年代，當時仲係學生哥嘅 Burnham， 正正撞正鐵娘子戴卓爾夫人推動激進嘅經濟改革。當時中央大力打壓工會，關閉煤礦，推動去工業化。Burnham 成長嘅英國西北部，無數家庭一夜之間陷入失業同貧困。15歲嗰年，佢親眼目睹家鄉被中央政策活生生撕裂，就係嗰一刻。佢政治覺醒，決定加入工黨，誓要同呢種冷血嘅市場主義對抗。後來呢位西北仔憑自己努力，考入咗南方嘅頂級學府劍橋大學英文系。一入到去，佢經歷咗一場極大嘅文化衝擊。佢發現身邊嘅同學全部都係嚟自南方讀私立貴族名校嘅頂級精英。呢班人享有嘅資源同生活，同佢家鄉嗰班連食飯都成問題嘅礦工家庭，簡直係兩個世界。呢次經歷令佢深刻意識到英國一個根深蒂固嘅荒謬體制。權力同財富永遠嚴重向倫敦同南部傾斜。畢業之後，佢入咗政壇打滾。2001年首度當選國會議員，之後步步高升，做過文化大臣、衛生大臣。喺國會16年，佢做過最轟動全英國嘅事，就係頂住巨大政治壓力，一手推動重啟希爾斯堡慘案嘅獨立調查，幫97名慘死嘅利物浦球迷洗脫咗23年嚟嘅不白之冤。呢一役令全英國睇到佢企喺基層對抗體制嘅骨氣。不過佢嘅首長之路並非順風順水，佢競選過2次工黨黨魁都慘敗收場。去到2017年，佢做咗一個震驚政壇嘅決定，自願政治降格，離開倫敦西敏寺嘅中央核心，走回大西北，當選大曼徹斯特 （Greater Manchester）， 首任直選市長。最經典一幕發生喺疫情期間，倫敦中央政府強行要求曼徹斯特封城，但又唔肯俾足夠嘅經濟補貼。呢位仁兄直接一個人企喺市政廳門口開記者會，對住全英國電視觀眾霸氣開火。This is an important moment. Greater Manchester will stand firm. We are fighting back for fairness and for the health of our people in the broadest sense. 就係呢一幕，佢贏得咗全英專稱嘅北方之王 King of the North。嚟到2026年嘅今日，佢已經透過補選重返國會核心，全英國都知道佢今次翻去目標只有一個，挑戰工黨下任黨魁，劍指唐寧街10號首相寶座。好啦，咁北方之王重返中央，憑咩同人爭首相？佢長期主張引入土地價值稅 LVT， 甚至考慮全面廢除市政稅 Council Tax 同印花稅。咩係 LVT？ 我哋先睇下依家全世界包括英國現行嘅玩法。依家你交嘅 Council Tax 或者物業稅係睇你土地房屋嘅總價值，即係話如果你好勤力買咗間爛屋翻嚟，出錢出力將佢裝修到好靚，或者加建高幾層，對唔住，政府會話：哇，你間屋貴咗，加你稅。相反，如果你係一個炒地皮嘅頂級富豪，買咗市中心一塊黃金地段，乜都唔起，由得佢荒廢，養草養蚊，但因為上面冇建築物，你交嘅稅反而微不足道。呢套制度本質上係咪懲罰發展、獎勵囤地？而 Burnham 倡議嘅 LVT 就完全顛覆呢個邏輯。LVT 唔睇你上面起咗啲咩，純粹望住塊土地本身嘅價值嚟課稅。呢度背後有一個經濟學邏輯：一塊地值幾多錢，主要唔係因為地主做咗乜，而係因為社會周圍嘅發展。例如政府用納稅人嘅錢喺你塊地隔離起咗個地鐵站，開咗間好學校，你塊地即刻升值100倍。呢個升值係社會公共資源帶嚟嘅紅利，憑咩由你一個地主獨吞？所以 LVT 嘅核心就係要將呢個社會共同創造嘅增值用稅收返嚟，還富於民。如果真係實施，不管你喺塊地上面起皇宮，定係放喺度養草，你交嘅稅係一模一樣。喺 Burnham 嘅思維體系入面，房屋嘅本質應該要徹底改變。Housing is not a financial commodity. Housing is a human right. 住屋唔係一種金融商品，住屋係一項基本人權。咗咁多地稅，下一步呢？
Burnham 嘅盤算非常之直接，劫富濟貧，直接拎有錢佬嘅錢去瘋狂起屋，而且佢做得好絕。佢指明收翻嚟嘅錢全部都要起純社會租金房屋 （social rent homes），即係由政府營運、只租不賣、租金極低嘅社宅，連市面上嗰啲打折嘅所謂可負擔住宅 （affordable housing） 佢都嫌唔夠基層，通通唔起。根據英國智庫嘅模擬數據，如果全面改行 LVT， 以大約0.48%嘅稅率計算，倫敦頂級富人區 Kensington and Chelsea 平均稅金將由每年約3287英鎊飆升至每年6110英鎊。單單一個大倫敦區每年就可以幫庫房多收25億英鎊嘅稅收。Burnham 嘅終極目標係要喺2030年前全英國建造50萬棟純社會住宅。為了達到呢個近乎神話嘅目標，佢主張一、全面解放地方財政，允許地方政府增加400億英鎊嘅借貸額度，專款專用拎去建屋；二、資金100%轉向，將國家現行390億英鎊嘅平價與社會住房計劃資金全部不留活口，全數轉去起純社宅；三、廢除購屋權 （end right to buy）， 終止當年戴卓爾夫人留下嘅舊制。以前社宅租戶可以打折買翻自己住緊嘅公屋。Burnham 要斬斷呢條路，防止公共資產再次流回私人市場，變成炒賣工具。聽落去好型、好熱血，好似羅賓漢一樣，係咪？但係工黨內部其實流傳一個好出名嘅政治笑話，係咁嘅：A Blairite, a Brownite, a Milibandite, and a Corbynite walk into a pub. What can I get you, Andy? Hello, Mr. Burnham, says the barman. 呢個笑話表面上係讚佢可以團結黨內各派系。但實際上面係笑緊 Burnham 係一個政治變色龍，一個隨風轉舵嘅極致實用主義者。大家質疑佢依家拋出咁激進嘅 LVT， 到底係為咗拯救基層，定係一場為咗迎合左翼選票嘅政治 show？ 因為世事無完美，呢套聽落好正嘅 LVT 同房地產激進改革喺現實世界入面埋藏住5個足以令英國經濟崩盤嘅致命隱憂。隱憂一：羊毛出自羊身上。雖然 LVT 喺理論設計上表明只向業主、地主課稅，唔關租客事，但大家唔好忘記，依家英國嘅租務市場係嚴重供不應求，房東每年平白無事多咗幾千甚至上萬鎊嘅固定地稅開支，佢哋絕對會好可能將部分轉嫁落去月租度，變相由租客埋單，反而加劇基層嘅生活負擔。隱憂二：房東集體跳船，租盤玩完。英國近期先實施 Renters' Rights Act， 私樓房東嘅壓力已經大到頂點，如果依家再夾硬塞個 LVT 落去，各大房產機構已經發出警告，會引發私樓房東 buy to let 嘅集體拋售潮，大量房東離場抽離資金，結果就係市場上嘅租盤進一步萎縮，租客連屋都租唔到。隱憂三：重創有樓但冇現金嘅老人家。LVT 最殘忍嘅地方係佢睇資產價值課稅，而唔係睇你實際收入。喺英格蘭南部有好多老人家幾十年前買落一間普通屋，依家層樓升值咗好多，但佢哋根本冇收入，只係靠微薄嘅退休金過活。呢種叫 asset rich cash poor， 紙上富貴現金貧窮。LVT 一推，呢班老人家每年要憑空交一筆天文數字嘅地稅，佢哋根本俾唔起。最終嘅結局係逼呢班老人家變賣祖屋，臨老搬離家園。隱憂四：執行難度大。放眼全世界，幾乎冇一個成熟嘅經濟體能夠完美實施純粹嘅 LVT。澳洲同台灣喺推行類似稅制嗰陣，面對巨大阻力，最終都要妥協，對自住物業或者農業用地做出大量豁免。而且英國喺20世紀初其實都試過推行類似嘅土地稅，結果發現評估全英土地價值嘅行政成本竟然高過收翻嚟嘅稅，搞到勞民傷財，差啲引發政治危機，最終狼狽廢除。隱憂五：引爆南北區域政治大對立。根據智庫測算，實施 LVT 後，全英國大約有75%嘅家庭稅負會減輕，但代價係所有財政壓力會極度集中喺倫敦同英格蘭東南部。呢種做法無疑係用政策強行將南方嘅財富抽血去補貼北方，絕對會引發南方選民同地方政府嘅強烈政治反彈，加劇英國嘅地域撕裂。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咁 Burnham 到底係咪一個流於表面，只會講政治口號嘅大話精？客觀啲講，又未必。佢喺擔任大曼徹斯特市長任內，確實拎出過亮眼嘅實質數據，證明佢嗰套大政府介入模式係行得通嘅。例如喺佢任內，曼徹斯特嘅平價房屋落成量達到791棟，創下15年嚟最高紀錄。當中仲有接近60%係純社會住宅，而佢推行嘅住房優先 Housing First 計劃，更成功令當地嘅露宿者人數大幅下降咗57%，而且幫家友上樓之後，租約維持率高達88%。不過呢套喺地方成功嘅曼徹斯特模式，到底可唔可以複製到去全英國？
定係會因為規模擴大而引發整個房地產市場嘅大崩潰？呢個邊個都講唔準。Burnham 重返國會核心嘅時候講過一句好有野心嘅説話 ：A vote for me is a vote to change Labour and change Britain。佢想用土地價值稅同50萬間純社宅去話俾全世界聽，房屋應該是拎嚟住而唔係拎嚟炒。到底呢位北方之王能唔能夠用呢一劑被譽為完美但同時極度危險嘅猛藥去成功拯救英國嘅房地產危機，兼且順利送自己入主唐寧街10號？我哋拭目以待。你又覺得土地價值稅喺英國行唔行得通？會唔會副作用重大？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記得大力 like、share 同埋訂閱我哋添澤嘅 channel。我哋下條片見，拜拜。